咱今仔日头一条新闻来关心到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前几天啊，针对这专联的鱼排，因讲有验出禁用的药啊。结果昨卫生局是搁出来回释咧，讲是因的电脑设定去互改过，这数值应该是正常的，煞变做是无合格，有可能是一位离这个员工改的。目前已经移送司法的调查。好，抱歉。局长回释咧，高雄市卫生局初时暗赶紧开记者会，针对专联鱼排，互人验到动物用药、温活啉硝酸，承认是电脑条件设定，互人改做是10倍，才互数字超标，正确的结果是无验到。我们进入这个电脑的后台，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有某项的检验值，就是 Enrofloxacin 这个检验值，检验的量有被设定更动，放大10倍，居然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就只有这一笔，当时被操作人员做一个更动。我们确定这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那之前并没有相关电脑设定被更动的记录。卫生局指出，敢若这个数值互研究助理改着，操作检验的人员是一个29岁姓陈的女性，是经过认证、受训合格的检验人员。10月27到28去抽检，因为考了高普考，11月初4已经离职，目前已经移送司法调查。卫生局药不残留检验平台目前暂停运作。专联是感谢高雄市府甲卫生局互因真相。我们先感谢那个高雄市政府跟卫生局在第一个时间就很快的厘清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以这个专业严谨的态度来守护全台的这个食品安全，事情厘清楚就 OK 了那我们也不会提告。那最重要是尽快厘清真相之后，我们会把商品尽速的上架云林县府表示，会全力协助业者维护商誉，也支持业者提出必要的赔偿要求。口湖鱼类生产合作社有计初5会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有用食户批评伤害已经造成，一定爱甲高雄市卫生局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